在一般的刻板印象内底，修理奥多麦的师傅大部分拢是查甫的。不过在屏东有一间奥多麦店，修理奥多麦的师傅是一个敢若20通岁的查某囡仔。伊虽然要少岁，不过因为功夫好，做代志嘛顶真，人客是拢学落教。老板。 甲奥多麦看好洗换乌油保养做记录，来检查是一点仔都袂凊彩，态度顶真，互人客真放心。毋过，今开始看到收车的乌手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有人客老实讲，确实有怀疑过讲，敢正经做会来。这么瘦小，对，搬得起摩托车嘛？结果他放下摩托车那一刹那，他牵上去的时候，其实吓到。 哪里来的那么大力量？检查轮胎每一个步骤做得很仔细，你就觉得说这是真的有这个功夫在的，很专心的把摩托车交给他处理。可能一些男生感觉比起来的话，就是我会感觉他比较厉害这样，而且是女生。查某囡仔合作优先稳，伊高中毕业的时无目标，毋知影要做啥物，也因为厝内开机车行，老爸要求伊休学一档，踮厝学习奥多麦功夫，互优先稳决定做乌手一道。一开始会。 觉得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个？就是因为很少女生会想要，其实那时候心里也是蛮抗拒的。但是后来是我接触到骑摩托车、骑挡车，就是越来越有兴趣。我身边的朋友他知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来找我用车，就是对这份工作更有成就感。 普遍的观念会想讲，修奥多麦乌手爱男性才做会来。有先问讲，伊嘛捌想要西装打扮，毋过伊伫咧修奥多麦过程当中，找到家己的价值，伊要继续精进修车的技术，互人客骑车通愈安全。有先问伊用行动证明女性做乌手，一点仔都袂卡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